來自印第安納州南部沙漠背面嘅問候。一個係靠近第一個錄音帶教會嘅故鄉，距離我而家企喺聖佩德羅河以北嘅15公里。佢哋喺呢度逐家逐戶咁樣聽講道，就好似早期嘅教會聽講道一樣，而且只能聽伯南漢弟兄嘅錄音講道。我非常感謝主，我嘅岳父卡爾艾石遜弟兄，讓佢嘅家成為錄音帶教會，而且唔理會所有嘅批評者。威廉伯南漢弟兄喺斯拉維斯塔講道勝利日，錄音帶編號63長0412。3個月後，佢嘅講道比數錄音帶編號630707。伯南漢弟兄講，耶穌基督被教會釘喺十字架上，因為教會堅持錯誤嘅信仰，拒絕時代嘅信息。當教派將神嘅道釘喺十字架上，接受信條嚟到代替神嘅道嘅呢一日，就係神嘅道完全生效嘅一日。呢一個係最近發生嘅事情。神嘅道已經完全生效，我哋需要嘅一切預備我哋被提嘅資料都喺錄音帶裏邊。而家係來自伯南漢會堂同埋約瑟伯南漢弟兄嘅應聚集一起嘅信。親愛嘅貞潔童女，當我哋按下播放鍵嘅時候，佢就係磐石中嘅蜜糖，係無法言語嘅喜樂，係蒙福嘅寶石，係我哋靈魂嘅錨，係我哋嘅盼望同埋停留，係歷史嘅磐石，係一切美好嘅事物，係神為今天提供嘅道路。因為我哋按播放鍵，神嘅聲音已經將我哋擁抱，使我哋與基督結婚，如同貞潔嘅童女與神嘅道結婚。我哋只有一位導師，一個聲音，一位先知，有聖靈帶領我哋。但係呢一個就係教會，我喺度教導你哋，呢個喺錄音帶上邊。我希望聽磁帶嘅人記住，呢一個對我嘅教會嚟講，呢一個對我哋嚟講係幾咁多嘅肯定。我哋喺神嘅完美旨意之中，錄音帶係為神嘅教會準備嘅。神喺度教導我哋，佢話俾我哋聽，請聽呢一啲錄音帶。神一開始就話俾我哋知幾天前發生嘅事情，然後喺每一則信息中，神都講到佢被翻譯嘅時間。對新婦嚟講，聽到所發生嘅事同埋新婦對神哥講嘅話係幾咁重要。我哋嘅先知將會受到佢所傳講嘅道，同埋留喺錄音帶上面嘅道嘅審判。另一邊，新婦話俾佢知，佢會被我哋嘅主所接受，然後佢會將我哋呈獻給神，作為佢嘅侍奉嘅戰利品。然後我哋會再次回到地上得到永生。我哋聽每一句話語都係咁快。當我哋讀出字裏行間時，神會揭示出更多嘅信息，我哋就會不斷地打磨佢。我哋係幾咁喜歡與弟兄姊妹分享。你聽到嗎？喺仲未有世界之前，就喺佢嘅裏邊揀選咗我哋。呢一個就係我哋嘅承繼。神揀選咗我哋，讓耶穌嚟到付出代價。乜嘢代價？佢流出嘅寶血，使罪唔歸於我哋嘅身上。你什麼都冇做到。跟住，你聽到呢句話嗎？聖潔，聖潔，聖潔歸於主。我哋嘅眼睛朝向迦勒山，冇任何嘅東西能夠阻止我哋。喺你嘅生命嘅道路上，你正在走喺國王嘅大道上，
被珍貴嘅膏油所膏抹，邁向最聖潔嘅聖所。阿門。我哋以前就好似亞倫嘅杖，係佢喺曠野收咗40年嘅乾枯老杖，但而家因為我哋聽到神嘅聲音喺錄音帶中對我哋說話，我哋已經躺喺聖所中，我哋已經發芽開花，載滿咗神嘅聖靈，係佢嘅新婦喺我哋嘅肺腑中叫喊，聖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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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歸於主。錄音帶係我哋心中嘅首位，聖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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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歸於主。神在創世以前就揀選咗我哋，聖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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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歸於主。我哋係耶穌基督嘅新婦。聖潔，聖潔，聖潔歸於主。其他人講任何嘅東西都冇分別。我哋唔係回憶錄音帶，我哋正在播放更多。聖潔，聖潔，聖潔歸於耶和華。我哋讓你嘅目光投向加洛山，冇嘢能夠阻止我哋。我好高興能夠喺一度與許多知道呢一個神無誤嘅話語嘅人同心合意。呢一個道，每一個字都係真理。佢嘅每一個字，佢嘅每一個階段，喺神嘅恩典下，我哋有幸去到呢一塊土地。有一日，我哋將要前往呢一塊土地。請喺結費信位時間，星期日下午12點加入我哋嘅行列，先知將逐字逐句地不斷咁打磨佢，佢會將佢帶到創世紀去打磨，帶到出埃及記再去打磨，甚至帶到去啟示錄去打磨佢。而佢嘅每一點都係耶穌。約瑟伯林漢弟兄，信息兒子的名分3，錄音帶編號60長環0522M。經文馬太福音28章19節，約翰福音17章7至19節，使徒行傳第9章1至6節，使徒行傳第18章同第19章，羅馬書第8章14至19節，哥林多前書12章12至13節，加拉太書第1章8至18節，以弗所書第1章，希伯來書第6章4至6節，第9章11至12節。下次再見，願神保守你，願你平安。